天使天军，仇敌的攻击，我要更坚定。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要来进入耶利米书上第一章，第45章，也是第45讲的共读。现在去，咱要来请志鹏小组长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亲爱的阿爸父神，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磐石。一大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领受神的话语。让我们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再被罪捆绑。感谢主赐给我们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时间，经由陈牧师的口带领弟兄姐妹圣经共读，来领受神的恩典，并靠着圣灵活出爱人如己的新生命。我们也将今天的时间仰卧交托在主的手中，由主带领。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好，感谢咱伫耶利米书这个已经来到45章，第45章以前呢，拢是对犹太人的预言，1到45章，45章之后从46到最后的52章，再一次将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圣城安怎来毁灭，这拢是对外邦人的预言。所以45章以前拢是伫犹太全地所发生的代志，所讲的预言。46章、51章是对巴比伦，但是时间点来看呢，46章以后犹原都是回到过去，回到从前啊。所以伫这个44章，咱站的才44章是这个耶利米最后的身影，那叫时间历史来看，按呢耶利米团的对于20岁左右到伊60岁左右，安尼拢总40年，都连去了到埃及以后，最后耶利米是伫埃及，还是转来到犹太，还是有人认为讲伊尾仔佫去到伫巴比伦，这个就无法度来确定。但是咱对圣经来看，耶利米最后是出现伫这个埃及，但是底下上帝原来有应允，小寡的人，很少的人会当回去到伫埃及啦，会能够回去，这是上帝所予伊的启示。特别咱看到伫尾仔这几章，对38章西底家王将耶利米关伫这个护卫兵的城的这个的时阵到国家灭亡。39章一直到44章拢是国家灭亡灭亡了后，因所发生的这个代志，伫这个无政府、无国王、无国家的时期，人拢照家己的意思去行，总是人家己的意思就是行兄的意思，世界闪避，直到因去到埃及，佫是一个上帝无欢喜的事嘛，伫遐带来因家己的即个审判。伫今日45章，咱看到即个时间点呢，走真远走转去到伫约雅斤的第4年，所以伫这年中间发生真侪代志。这是45章约雅斤的第4年，第36章约雅斤的第4年，就是即个耶利米书头一版写好的时阵，送到伫即个约雅斤的王的面前，王竟然将刀一张一根安尼甲伊挂落来，摕去做茶来烧。这是36章，佫有伫即个25章，嘛是约雅斤的第4年所以圣经中间这3章拢是同年，甲这个国家灭亡超过20年左右的时间，嘛是拄好是耶利米的中场，伊传道的中一半。迄个25章是讲到伊要受掠70年，总是上帝讲时间满，上帝要互因佫一摆转来，这是
头一摆受掠的是上帝互因的应允啦。今日早咱看是亚利米74章最后的这个信息，甲他最后的身影，讲到伊安怎叫人传到埃及。今日是等到20年前上帝的一段预言，这段预言就是上帝透过亚利米来安慰伊的这个同伴巴略巴路巴路这个名就是受祝福受到祝福的意思。所以今日来看，这为什么上帝要特别将巴略，放伫这个所在，然后搁提起伊呢？咱这个时阵就来请嘉生长老，带咱来读今日这章，第45章第1节到第5节。第1节，约瑟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尼利亚的囝巴略将先知亚利米所传的信息记伫册里。彼时亚利米甲巴略讲。巴略啊，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你有得讲，我有够惨。上主伫我痛苦的时，搁加添我的忧愁。我吐气吐甲真深，嘛无通有一丝安息。上帝吩咐亚利米，着甲巴略讲：上主安尼讲，我要拆毁我所中建的，甲我所栽种的背起来。伫全地我拢要安尼做。第5节，你得为家己图谋大事是无？毋通图谋看咧。我要降灾祸互所有的人类，毋过你无论去倒位，我拢会保全你的性命。上主安尼宣告。以上。好，多谢。这章讲到约雅敬做王的第4年，所以咱有看到第25章约雅敬第4年，这年到底上帝是讲什么代志呢？伫这个25章中间，上帝就是讲对伊要互因离开罪恶，总是25章是讲因这个国家会服侍巴比伦王70年就是新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的国王，伊做国王了后。伊会来征服列国，先至3次来掳走这犹大国，甲这人民。总是70年末了后，上帝要因为巴比伦王，甲这个巴比伦就是加勒底人所犯的罪，甲因刑罚，消灭这个国家，互迄个地永远来封毁哦。所以，即马历史上地球上没有巴比伦这个国家，但是呢，伫亚利米迄个时代2000-500年前，真正这个国家是真厉害真强的国家。这是25章所讲的。然后约雅敬的第4年，搁第36章，就是约西亚的囝约雅敬统治犹大第4年。迄年上帝叫亚利米摕一卷册来，将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到今仔日，我对你所有讲所有有关以色列、犹大甲列国的话，拢记录起来。所以这就是对亚利米书第1章，有可能写到伫亚利米书1章到20章，然后搁从1到24章，46到51章，就是这是可能第一版亚利米书遮的内容。所以伫约雅敬的王做王的第4年，上帝除了伊讲要来互犹大国人受掠70年，伊嘛叫这个亚利米提册来写。但是呢，巴略今日45章的主角巴路伊伫遮嘛出现了，但是这不是巴路第一次出现，巴略伫遮出现呢，是伊来做书记将这个上主对通过亚利米对人民讲的话，巴略的负责甲伊写落来。结果王甲伊摕去烧了后，搁顶写一摆，所以咱知影这是一个真无简单的工课，而且遮侪的话，遮侪的代志，要讲，咱即马甲看圣经，搁对咱对亚利米书对头搁显转来到遮时阵，原来嘛无遐简单，伊要是对无的中间搁重新搁写，这是巴路第2次出现。巴略伊头一摆出现呢是第32章，这个时阵是伫西底家王最后的第10年，就是要灭国前的几个月而已。但是
耶利米书的排版就真特别，较早的代志放伫前后，但是第32章巴录第一次出现，但是是国家伫要灭亡。迄阵有啥物32州巴录要出现，就是国家要灭掉，上主叫亚利米讲你的亲戚会来叫你买一块地，这块地你有权利甲买，你就甲买落来。所以巴录就做这个见证人所以交互巴尼利亚的囝巴录。所以伊就交代巴录讲，这个物件呢，拢爱安怎长期保存，而且呢，人可会伫这个以后将来，人会搁伫伊买土地这个所在来买卖厝体田园所以这个代志办了好了后呢，亚利米搁伫遮做一个祈祷，俄罗上帝的大快乐甲伊的关联，甲俄罗上帝伊的慈爱对待千万人。俄罗上帝伊的计划伟大，甚至俄罗上帝过去伫埃及行神迹甲奇事带伊的子民以色列出埃及，互因来到这个老尼甲密的所在。但是无想到讲，差不多1年了后，亚利米就去互人带到埃及去但是伊伫1年前就做遮个俄罗嘛买好遮个土地。所以伊即马已经叫上帝交代伊用银来买田园，佮请巴录来做见证，所以这是伫即个巴录头一届出现32章，但是却是伊即个要来买卖即个土地这毋是约雅敬王的第4年，这是西底家王的第10年，所以咱看到第45章，这当的中间呢，上帝20年前20年前，上帝就对亚利米叫亚利米对巴录来讲，上主以色列上帝安尼讲，这段话是要互巴录的所以人肯定头前巴录你有在讲，我有够惨，上主伫我痛苦的时，加添我的忧愁。我吐气吐甲真善，嘛无有通一丝安息。所以巴录伊是做一个书记，但是伊呢，伫20年前，国家要灭亡的20年前，嘛是伫亚利米出来传道的20年后，迄个时间点，这个巴录伊敢亲像亚利米早期在传道迄个声声，咱若读着亚利米书的头前，第15章以前、15章以前，咱看到亚利米3摆去互上帝禁止来祈祷，然后伊的心背叛，伊流目屎，伊啼哭，伊的心忧伤，就是敢亲像即个巴录，即马即个心境伊即个心憔悴不得安宁。但是呢，上帝阁吩咐亚利米甲巴录安尼讲，这段话上主安尼讲，我要拆毁我所中建的，甲我所栽种的背起来，伫全地我拢要安尼做。所以上帝伊要来拆毁，伊家己所真心来起造的。所以上帝为什么伊要拆毁？伊要来真心来重建的，检采伫即个巴录迄个时阵，伊的心智，就是看到上帝要甲即个国家甲伊翻起来。20年前，就是讲，即个国家敢要当重新振作，但是人民阁无要听叹上帝话，所以互即个巴录感觉心就烂的，心灰意懒，感觉即个国家安尼到底是要安怎？伊做还是伊做国家的代志，做甲安尼心灰意懒。但是呢，关键伫第5节，你得为家己图谋大事是无。这个图谋大事，就是巴录，伊可能伫20年前，伊有一个机会，可能通过伊所做的工课还是职位，伊想要出头天，不管还是要一展长才，毋知伊的动机是啥物因为咱就看到安尼，伊有可能是要为着家己做官的代志，还是为着伊的前途的代志，还是为着国家的代志，但是呢，上帝甲伊讲你得为家己图谋大事，但是上帝讲毋通图谋，看咧，我要降灾祸互所有的人类毋过你无论去倒位，我拢会保全你的性命。
所以上帝讲不要为自己图谋啊，就是讲不要图谋，莫去想遐个，上帝爱伊做更较重要，所以真有可能20年前就是约雅斤最王的第4年，就是耶利米书开始写的这个诗篇呢。上帝甲巴录讲，上帝要互伊做一个更较重要、更较大的代志，就是来好好听上帝话，记载上帝话，保存上帝话，互上帝话会当传落去。比伊即马要做官也好，要做领导者也好，还是要救国家也好，上帝要大来使用伊啊。所以巴录这个名字拄则有讲，就是受祝福的，受祝福的。所以伊就开始来抄写上帝话，对迄个约雅斤做王的第4年，写好了后，早到王的面前，这毋是讲一礼拜就写好，迄至少嘛要写几啊个月、半冬以上，所以然后佫订写一本啊，所以伊就安尼一直甲耶利米做谈判，这20年中间，因为咱看到。从的44章巴录嘛，去互人带到迄个所在，埃及的所在，甚至到伫埃及的时阵，人佫乱巴录啊，就是拢是巴录害因才会安尼受到上帝的咒诅。即马因为巴录替耶利米抄，然后所以伊嘛有代志，伊嘛是咧传上帝话。伊嘛有代志，但是咱当伫44章最后看到讲，上帝对遮去到埃及的人，28节，讲我要伫遮伫埃及甲恁刑罚，这是我互恁的条头，互恁在我所讲甲恁讲灾祸的话一定会实现。所以只有27节讲。毋过是极少数的人会对埃及登去到伫犹大啊，所以不是只有一个人。那一个人可能就是耶利米，那是复数，复数就是可能加上巴录，极少数，所以可能巴录有结婚，还是无结婚，因为至少耶利米无结婚，巴录毋知影，但是有可能甲耶利米巴录较亲近人。因会当转去，所以这嘛是45章为虾米要囥伫遮？一开始讲，我拢无论你毋过你无论去倒位，我拢会保全你的性命。所以耶利米的这个编辑者，伊就特别要将20年前的故事搁提出来讲，就是讲因随梦去到伫埃及，伫迄个所在无有望。伫迄个所在，已经无希望啊！实际上帝共款要伫迄个所在来毁灭因，但是有少数的人，就是巴录，共款，因会当上帝讲当要保全你的性命。即句话呢，伫倒位嘛讲过呢，伫进前耶利米去互关的时阵，关伫迄个淤泥，井中的淤泥啊，迄个土脉中间，上帝就派即个乌人的即个太监以伯米勒来救耶利米啊，所以耶利米嘛是叫人救出来，嘛是迄阵39章，上帝嘛是通过这个耶利米甲这个太监讲，到迄日我要拯救你，因为你我靠上帝啊，所以这个代志呢，拢是20年前的回顾。明仔载46章。开始呢是要讲到对列国的审判46章到51章，然后52章又讲到那个耶路撒冷怎么样被攻灭，然后耶利米书就读了，所以45章以前就是拢是耶利米有关的这个预言，甲犹大有关，但是46章以后就是甲其他9个有9个国家的预言了，46章嘛是讲到。约雅斤做王的第4年所以这也是20年前这段46章到51章嘛是咧讲到20年前这个预言，所以今日咱看这章45章简短但是他有一点在做一个总结，就是甲这个上帝的话安怎样传落去，所以咱看到这个巴录，伊个好像一个小耶利米。下面意思呢，就是耶利米伊家己个人本身，在15章以前，伊就这种的情景，就是心情亚善，亲像这个
巴六共款，吼，讲后吐气吐甲真深，嘛无通有一丝仔安息。吼，伊里面嘛是安尼讲啊，伊嘛是共款，吼，但是伊传道20年了后，有一个人嘛起来陪伊当即个传道，跟他有同样的心境，跟他有同样的领受，好，所以变成一个小耶利米。好啊，所以耶稣好传道嘛有核心好对伫伊的边好温度，然后再耶稣啊，这个对四个上天了后，伫使徒行传耶稣传福音，啊，这温度传福音，嘛有人对伫这温度的边啊，人就叫这温度叫基督徒。啊，基督徒的意思是啥物？就是小基督哦，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耶稣虽然耶稣无伫遐，但是伊拢知影耶稣所爱所想的亚利米，即马变做小，不是的，巴路变做小耶利米，就是伊嘛在想把即个耶利米所想的，啊，上帝甲讲，毋通为家己多谋，爱将无论去倒位。好，上帝，伊的旨意要行，所以上帝旨意要行是行啥物呢？就是伊要降灾祸互所有的人类，将迄个拆毁伊所中建的灾尽的，所要背出来，拢要来安尼做，要来行审判。好，但是上帝最后29章11节，上帝最后意念是降灾祸的意念而已，是平安的意念，要在末后有指望啊。好，今日的经句，好，咱当用第5节，好，你得为家己都无大事死无，毋通都无看咧。我要降灾祸，互所有的人类。毋过你无论去倒位，我拢会保全你的性命。上主安尼宣告。好，咱今日就分享到这，好，多谢志鹏组长，多谢嘉生长老，好，咱做伙来祈祷。听我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通过巴录这个受祝福的人，伊安怎又对为着家己都无大事，到为着上帝国来都无，伫这传道的中间，检采受着人的野心误会，受着人的这个误会，也受着人的这个困窘，总是上帝你有应允，为着伊受困窘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也互阮看见上帝。要搁一摆将亚利米甲巴录等等遮有信心的人带因出埃及，等到上帝你留年甲密的所在，也是亲像对阮今日基督徒来讲，上帝你要救阮出黑暗，进入光明，直到上帝国的内面。感谢主，互阮伫今日所得到的话，也所合适的，会当成做阮的帮站。互阮谨慎，无为家己图谋，是为上帝国、为教会、为上帝你的百姓子民来图谋。阮安尼献上阮的感谢、祈祷甲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多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平安。是。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胜利，你的应许。